各位屬龍海朋友，大家好，今日同大家青海話題，專門針對1952年壬辰龍出世。海朋友，如果你仍然好細，52年出世，又或者你屋企海常避世壬辰年海屬龍人，咁今日呢段內容我勸你一定要沉住心機，由頭聽到尾，無好缺得呢帝直細普通海生肖運程。我今日講海勢關乎你晚年安穩，成堅屋走向海關鍵提醒，勢好多人踩過無數陷坑先總接出嚟海，寶貴經驗，真係錯過咗好多本來可以提前避開海關口，就為無聲無息撳上門，等你反應過嚟，往往已經遲咗缺德。講得有道理，海朋友，麻煩點個讚都可以集評論，勾留低逢凶化吉接。一接呢份福氣嚟問我清運程，海朋友行善積德改善者特別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誓言年滿74歲，或者即剛踏入74歲海壬辰龍清忌海時候，10個人入面有8、9個都會同我講，最近呢1-2年總覺得日子同以前冇一樣，但又講無出邊度無對路。就勢周身無自在，有低人退休都10幾年，以前每日落樓飲茶行山買餸，日子過得規律又平靜，但最近總覺得心裏發慌，坐又坐無定，企又企無穩，明明屋企冇咩緊要事，就勢莫名其妙咁焦慮，甚至覺得唞無道氣。有低人家中本來和睦，最近卻總係因為雞毛蒜皮海小事同老伴起爭執，同仔女鬧別扭，好好開一個家，總係籠罩住一股低氣壓。仲有低人前幾年身體硬朗，行山比後生仔都有精神，但呢1年半載總覺得精力跟無上限，2步就跪，小病反覆，頭暈失，為此特登去醫院做咗全身檢查，又查無出咩也是際性問題。醫生多數只為話年紀大咗，機能退化，看開低就得。幾乎所有52年海提神害提身體咁話，醫生多數只為話年紀大咗，機能退化，看開低就得。幾乎所有52年海提神體常者都會問我同一句說話，細咪人到咗呢？年紀都細咁樣，我每次都會同佢哋講，年齡增長帶嚟海身體變化，細一方面更多海勢理命理海運程，行到咗一個及其關鍵海樞紐，無緣無故海無舒服，絕對無勢無緣無故，突如其來海心浮氣躁，亦必然有其命理上海根源，無信海人。好多冇接觸過命理，覺得呢低都勢雖無縹緲海也，但你可以回頭審下，人生裏面有幾多重大海轉折，其實早就有預兆，只不過勢理當時冇當作一回事，等事情發生咗先知後悔。井井壬辰水龍海，宿命於龍游淺水海，晚年焦慮要解開呢個結。我哋首先要明白1952年出世海人究竟擁有住點樣海命格。1952年習天干，地支中屬屋壬辰年，天干之壬屬水，地支之辰為龍，所以呢1年出世海朋友勢正中海，水龍之命，集60甲子海所有命格入面，壬辰龍勢非常特殊，海存在，屬龍海人本來就充滿霸氣，天生具備領導才能，觀察力強，骨子裏帶住一股無服輸、傲視群雄海傲氣。而壬辰年海水龍更加細水之游，至於龍之剛猛海接合，外表睇落去溫和好說話，內裏卻及有主見及其堅硬，決不輕易向命運低頭。你哋呢一代人乘上海路上幾乎冇咩，也是一帆風順。海童年少年時期，國家同社會普遍無富裕，好多人早早就要出嚟幫屋企分擔生計，食過無少苦，捱過無少更，上要奉養老邁海父母，下要拉扯年幼海仔女，
成世人都在為家庭奔波，為屋企人付出。有低人年青時事業起起落落，轉過無少行，食過無少暗虧，全靠自己咬實牙關，一步一步將家庭海重擔、仔女海學業、工作海壓力全部壓雜心底。可以話你第大半生都冇真正為自己活過幾日，正因為有更洋海經歷。壬辰龍海朋友大多都勢大氣晚成，厚積薄發海命局。前半生一直集道付出，積累沉澱，真正海福報，其時全部都坐集晚年。好多人覺得好運勢天生海，命裏有就一定會嚟，其時根本無勢咁樣。所有海福報都無謂平白無故跌落你頭上，集大福大貴降臨之前，命運往往為設置一道關口，亦即係我哋成日講海劫或者叫轉折點。呢道關口跨過去咗，後面就係一馬平川，福氣不斷。跨無過去，前半輩子積攢落離海福報，就為被一點一滴金消耗掉，晚年就為缺得楚楚滯走，事事無順。對屋1952年海壬辰龍嚟講，74歲就係你人生及為關鍵海一道分水嶺。點解偏偏係74歲？好多人無理解，我從命理五行同心理狀態海角度同大家講清楚。水龍之命，前半生波瀾壯闊，乘風破浪。年青時你弟精力充沛，氣血旺盛，憑住一股龍海拼盡，無論幾大海困難都可以一力抗十位。你自帶海象大氣場，完全可以壓制住生活周邊海煞氣，好多潛在海問題都被你頂成。海陽剛之氣蓋落去，顯現無出嚟。中年時你有事業要忙，有家庭要擔當，成個人海精神狀態細，提住海氣場，猶如深海蛟龍，深不可測，又穩如泰山。但一到咗73、74歲呢個交界點，情況就完全冇一樣。呢個年紀，多數人已經完全退落，離當年撐住你海那股要為三餐奔波，要為仔女撲路改，長大信念徹底退去，生活改，節奏慢落嚟，成個人改，精神氣亦隨之鬆懈。再加上年紀增長，身體海氣血逐漸衰退，自身海氣場已經無法好似年青時咁樣漲旱。更致命海勢一重被稱為龍游淺水，刻苦苦落平洋被犬欺。水龍本應翱翔九天，或者潛游屋深海，但到咗74歲，你海身體機能社會地位，但你海肉體同現時環境淺水已經無法支撐你再去呼風喚雨。呢重心比天高，現時受限啟巨大落差，就是導致你晚年焦慮啟核心懸空。你明知仔女做錯決定，但你發現佢哋已經無再聽你勸。你腦海中有好多想做海事，但行多兩步膝頭哥就痛。你海能量閘下窄，海空間內行衝直撞，無楚發謝，最終就會演變成莫名海心煩意亂，對未來海恐懼，以及對周圍事物海極度敏感。呢個時候隱藏咗幾十年海五行失衡同煞氣，就會慢慢浮現出嚟。呢啲問題無謂一下子變成大災大難，佢哋都係從最微細海地方開始，先細滲透你海情，逐你海睡眠，再侵蝕你海身體，然後影響你海家庭同財運，無聲無息咁拖垮你成個晚年海運。是我早年有一位交情深厚海老友，就是1952年海人神龍年青時做廠，風裏來雨裏去，捱過無少苦，亦積攢咗一份豐厚海家底。一對仔女都已經出國讀書定居，退休之後佢集屋企從花養魚，日子原本大樂清堅又如意，結果儼然踏入74歲國年，事情就一件接一件問上門。先係同太太頻繁嗌交，然後仔女集外國海生意出問題要佢撲水，跟住自己因為長期勞氣高
血壓突發入院，成個人海精氣神一下子就垮咗。後來佢專登嚟問我遞風水盤，我一看就細典型海龍由淺水轉運關口。呢一年波動及大，所有海業力同隱患都為一次過爆發，只要咬緊牙關跨過去，後面海晚年就為一路平穩，仲可以享10幾20年海清福。我幫佢重新調整咗屋企海風水布局，最重要細勸佢放下龍海控制欲，放寬心，無好再過度操心仔女，海事剛自己海身體養好佢。聽我講，調理咗大半年之後，屋企海煩心事慢慢平息，身體逐漸恢復。依家每日照就同班老朋友去飲茶，捉棋日子過得不知幾舒坦。咁樣海例子，害幾十年，我見過真勢太多，有低人集錢財上，成世基礎被騙走大半；有低人集身體上，一闖大病消耗盡精氣神。仲有低人集家庭上，同仔女鬧得不可開交，晚年孤孤纏纏。其時呢，低事往往集發生之前就有無數次預警，仔細你某當回事，等事情鬧大咗再想補救，就要花百倍海力氣。所以今日我必須提醒所有1952年出世海朋友，由依家開始一定要留心你身邊出現海各重信號，呢低絕對無視普通海小事，細命運俾你發出海提醒。74歲海關口已經逼近井第一個危險信號，睡眠出現異常變化，潛意識海淺水掙扎好多。74歲上下海朋友都為遇到睡眠問題。呢度講海無細偶然一次半次海失眠，而細長期海規律性海睡眠異常。最常見海表現就細半夜扎醒，要麼細凌晨2、3點突然醒，要麼細4、5點就眼光光，醒咗之後個腦就開始不受控制咁高速運轉，再亦瞓無着理，為翻來覆去飲審夜審。以前海陳年就審年青時受過海委屈，又或者細及到擔心未來海所事，擔心聽日買餸為無謂落雨，擔心孫仔豆書成無成機。好，眼光光望到天光，日頭成個人就昏昏沉沉，精神萎靡。好多人都為自我安慰覺得唉，人老咗缺少呢世正常海生理現象，無使大驚小怪，甚至連一生都為近同你講。但其實從風水氣場同命理概角度嚟講，絕對無視更簡前人集睡眠狀態下，自身海防御氣場勢最放鬆，最脆弱海亦勢，最容易受居住環境磁場影響。海時刻對屋人神龍嚟講，水龍本性屬陽光於流動，睡眠海質量直接反映咗你自身氣場海穩定程度，以及你同屋企磁場海契合度。當你頻繁出現夜半扎醒，甚至瞓足8個鐘起身依然覺得全身酸痛及到疲倦，海情況鮮無。好景細掛住食安眠藥，你要第一時間去地下，你扼失海風水布局有冇出錯。一床頭必須靠時，切忌背後空虛。床頭一定要緊靠時牆，無好靠窗，亦無好留有空隙。背後更加無可以空蕩蕩，床頭背後無靠，集風水學上叫做玄武無靠或不聚氣。壬辰龍集74歲時本來就坐屋龍遊淺水解不安狀態，如果瞓缺時前意時覺得背後無安全感，就及容易引發心神不寧，自然就為半夜驚醒。二、避開景子於尖角沖射生成山害或者床尾，絕對無好正對住景子，屬因為反射煞氣。半夜人氣微弱時，極易擾亂人海腦電波，導致多夢發惡夢。同時要檢查床頭有冇對住房門或廁所門，門細氣流出入凱通道。床頭正對門進出凱氣流，位直衝頭部，打亂睡眠氣場，令人瞓得及到無安穩。三、清理床底，
施放停滯蓋死水。仲有一個，好多老人家都有蓋致命習慣，就細集床底堆放雜物，捨不得崩蓋就鞋，冇用蓋破爛紙皮箱，幾年無着蓋就衫，全部塞雜床底，缺得咁樣無佔地方，千番低空間，其時呢細破壞風水，節損陽壽蓋大忌，床細人體休養生息蓋祭壇，細床風聚氣蓋地方床底堆滿雜物，氣流就徹底堵塞，新鮮蓋吉氣入無離，因斯蓋為氣排無出，水龍最忌死水床底蓋雜物就等同一潭死水，死氣沉沉，人日日夜夜瞓習上面，被呢低衰敗之氣熏染，睡眠點可能好？長時堅落去，無產子睡眠質量越來越差，成個人海運氣健康都為被嚴重拖垮。如果你正受睡眠問題困擾，一定要抽時堅，或者叫仔女幫手，將床底清理得乾乾淨淨。低3年5年都冇用，蓋雜物該丟蓋丟，該送人蓋送人，騰出足夠蓋空間，讓氣場可以順暢流通。好多人照住我蓋方法清理完之後，當晚就覺得間房清新咗，瞓覺踏實咗無少，呢就細氣場重新流通，水龍重或生機蓋緣故井井。第二個危險信號屋企植物頻繁枯萎，東南角氣場蓋衰敗欲境。第二個及易被忽略蓋信號細屋企重蓋植物頻繁枯死，尤其細伯集客聽東南方位蓋路式植物，好多老年朋友退休後都中意集屋企重低花花草草，既能打發時間陶冶性情，又可以為屋企增添生氣。本來細一個非常之好蓋習慣，但細有低人家中最近已割越，無知點解咩嘢植物都養無活，買返嚟蓋時候露油生機勃勃，自己又細悉心照料，按時淋水施肥，但養無到10日半個月，低葉就開始發黃變白，最後成棵枯萎，換咗一盆又一盆，甚至換咗最粗生蓋品蟲，結果都細死路一條。遇到呢種情況，好多人都為虧購屋自己無時養花，手太熱或者買着低壞根蓋花，其實你無知。集風水學入面，植物細最靈敏蓋氣場探測器，比人蓋感官要敏銳百倍。屋企蓋氣場如果祥和順暢充滿生機，植物自然就衛生常得茂盛，枝葉繁茂。相反，如果屋企蓋氣場充滿煞氣、死氣或者過屋，因育植物吸收無道吉氣，自然就會迅速枯萎。對屋1952年蓋壬辰龍嚟講，人水生木，你自身蓋氣闖如家中蓋木運，植物係息相關。當你步入74歲蓋轉折期，如果家中植物大面之枯亡，即絕非偶然，而係你自身運勢如家居磁場發生嚴重衝突。喺具體顯現特別要注意客廳蓋東南角集八卦方位之中，東南角屬木巽位，五行屬木，呢個位置主管住一家人，蓋財運同埋整體家運，被稱為明財位。對屋水命蓋壬辰龍嚟講，水能生木，東南巽位蓋氣場好無好，直接關係到你晚年蓋財富積累穩無穩，以及你蓋晚年生活順無順心。如果客廳東南角蓋植物接二連三咁枯黃死亡，點樣用心都養無好咁，就細一割及其嚴峻蓋警告信號，說明呢個位置蓋氣場出咗大問題，財氣集到流失，煞氣正在聚集。你蓋財運同家運正闖屋下滑蓋險境，甚至預示住即將有破財之災，一定要引起12分蓋重。是遇到咁樣蓋情況，千祈無好急住再去買新蓋植物返嚟頂更。你首先要做蓋細江東南角蓋位置進行徹底蓋清理同淨化。好多長者為咗遷位，中意集東南角堆放雜物，或者乾掃把地拖、垃圾桶等污穢之物擺集呢度。
有低人甚至歌無用海就電氣，生鏽海鐵器堆集財位，金克木污穢破財，呢啲行為無疑係親手扼殺自己海財運。你必須將呢啲雜物全部清走，將空間徹底騰出嚟。經常用清水抹境，保持乾爽明亮。如果閣格位置比較陰暗，就要經常開窗通風，讓陽光可以照入嚟，或者加一盞長明燈，用光線去催旺氣場，等東南角海氣場景化穩定咗之後，再重新擺上一盆生命力象葉片寬大海上路植物，比如發財樹、萬年青、金錢樹等無史揀低名貴膠藥海品蟲，越粗生好養越好。只要呢盆植物能集東南角扎根生長，慢慢變得老油油，就能重新帶動巽位海木氣，剛需敗潰，財運同家運重新穩固落嚟整整。第三角危險巽耗人忌，關係於家庭，關係海突發性反常變動，仲有一個極度明顯但又極容易令人跌入陷阱，海發性反常變動，仲有一個極度明顯但又極容易令人跌入陷阱。巽耗就係你身邊海人忌關係同人事突然之間發生咗好多反常海變化，呢重反常通常表現為兩重極端。第一重係突然出現海熱情，比如幾十年某年路，甚至以前有個牙齒印海遠房親戚突然之間登門拜訪，對你熱情無比，噓寒問暖。又或者好耐冇見海，就同事就街坊突然頻繁邀你飲茶，傾多兩句，狐狸尾巴就露出嚟，無勢問你借錢，就勢遊說你投資某低高回報海項目，甚至拉你加入某低來歷不明海保健品推銷團體。第二重係原本親密關係海破裂，比如同你相處咗大半世海老伴，最近突然因為一句無心之言同你冷戰，甚至提出要分房瞓。又或者一向孝順聽話海仔女，最近總係同你唱反調，你講一句佢頂10句，一點微不足道海小事就能引發一場家庭大戰，搞到屋企日日雞犬不寧。再比如你交心多年偕老友記，忽然之間就同你疏遠咗，明明冇咩大矛盾，但就係慢慢無再行埋一記，連路少咗好多。好多人遇到呢啲事都為缺得仔細巧合，或者缺得人老性格變固執，人際關係自然會變差。但其實在命理學上，呢個世界從來都冇絕對可巧合，每個人都有自己海專屬磁場同運勢軌跡。當你海人生即將進入重大關口，如壬辰龍74歲海劫屬時，你自身海磁場為最先發生劇烈動盪，而你周圍海人同物都會感應到你磁場海變化頻率相同，帶有殺氣凱人，如騙子討債凱冤親債主，為被你混亂凱磁場吸引過嚟，而頻率不同，帶有正氣海人，如正直海老友為不自覺地遠離你。呢種人際關係海劇烈反常，其實就係命運集到猛烈敲響警鐘，話你知關口已經逼近。對屋74歲海人神龍嚟講，由屋你哋本身性格重情重義，水之游，但又容易自信過頭，龍之傲。呢重人際關口係最致命海，好多老人家就細集呢個時候跌大跤。我之前就處理過一個個案，一位1952年出世海阿伯74歲，連一個10幾年冇見海侄仔，突然日日上門陪佢捉棋幫佢買餸，當得阿伯不知幾開心，以為晚年多國後被孝順半年後，侄仔話自己做生意周轉，無零差30萬，如果無勢就要破產跳樓，仲寫晒欠錢話半年後連本帶利係。阿伯一時心軟，又自恃常備身份，覺得對方無敢呃自己，將棺材本借晒出去，結果可想而知，侄仔攞咗錢就人間蒸發。
阿伯因為呢件事激到中風入院，仔女亦因為佢擅自動用存款而同佢產生嚴重隔該，好好海一國晚年瞬間淪為悲劇。所以我摘到要正從警告所有1952年海上這檔你遇到呢重返上海人記變動時，一定要穩住自己海陣腳，收斂起你各份龍海驕傲同普度眾生海心，無好被亂七八糟海人打亂你海生活節奏。尤其細個低突然上門獻殷勤，問你借錢叫你投資海人，必須多留10個心眼，無好一時耳仔軟，又或者顧及面子就一口答應落嚟。你已經74歲，你手頭上海錢細，你安身立命，海根本細你海救命。前無論對方講到天花龍鳳，你都要學時果斷拒絕。你可以講我低錢全部鎖死咗，集定期，或者我低錢已經交晒俾國仔打理，我要問過佢先，講個波拋俾仔女，保護好自己、自屋同家人海矛盾。你更要明白呢世龍游淺水，帶來海焦躁，氣闖作怪。當你意識到自己想發火、想教訓仔女海時候，深呼吸3下，行開去飲杯水。記住，你已經退落嚟無再世當年個一呼百英海一家之主，放下控制欲，少出聲多微笑。你退一步，屋企海煞氣就散一分。家和萬事興，先世抵禦任何關口，最像大海盾牌。講到呢嗰度肯定有好多屬龍海朋友心入面開始打鼓，甚至不知不覺有少少心驚。深審聽你彈樣講，74歲呢個關口細迷即世有大災大難，細迷我第1952年出世海人，注定要集呢一年過得好坎坷。我集呢度必須非常明確，而且福則任禁，同大家講，絕對無勢命理從來都無勢寫死開劇本，無勢話你細人神水龍到咗74歲就一定為出大錯，行衰運。真正海天機從來冇西為咗賀你，話俾你知災難一定會降臨，而西好似天氣預報，但提前話俾你知前面可能有風雨風暴，海核心集邊度，教你點樣提前準備掃骨遮，點樣加固屋企海門窗，光無好海影相降到最低，甚至轉危為機。你試下審下，同樣海流年，同樣海年紀，甚至同樣海八字命格，點解有低人可以順順利利就過渡咗，之後海晚年日子越過越好，福氣越積越厚，而有低人卻集短短幾個月之內，剛一鼻子海心血基礎都賠清光，甚至搞到屋企家無迎日，妻離子散。個巨大海差必度，從來都無集命格夠無夠硬，而世在屋。你有冇提前察覺到命運發出海信號？有冇提前做好心態同環境上海準備啊？有冇穩住自己個科躁動不安？海心真正海好福氣，從來冇勢成勢，人無風無浪，無災無難。而世襲風雨來臨之前，你已經築起咗堅固海避風港。對屋1952年出世海壬辰龍嚟講，74歲呢各關口。絕對無勢為咗嚟加害你海，佢其時勢命運派嚟考驗你海，佢勢你晚年無量福報真正到臨之前，最後需要跨過海一道門見，只要你順利跨過去，後面海日子就細，真正海晚年安康，無災無難，錢財安穩，家庭和睦，子孫孝順。但如果你無當作一回事，任由自己胡思亂想，任由屋企海衰敗氣場繼續積聚，好多本來可以輕鬆避開海小麻煩，就會慢慢發酵成大風暴，最後變成一輩子都無法彌補海遺憾，甚至為光你前半輩子辛辛苦苦積攢落嚟海福氣消耗殆盡。近呢度關口最核心海考驗到底係咩也？好多人以為考驗細身體突然出大問題，或者細投資失利破大財，又或者細家庭發生無法調和海矛盾，其實通通都無細。
我研究咗咁多年壬辰龍海命理詭計，見過太多真時海案例，最後發現74歲呢，各龍游淺水，海南關真正難以跨越海，從來都無勢外面海風雨，而勢你自己海內心，勢你心入面嗰支日夜折磨你海心魔。你哋呢一代人經歷過時代海動盪，捱過窮，捱過年青海時候，慣咗迎難而上，習慣咗咩也重擔都自己一個人死頂。你哋習慣咗為別人付出，習慣咗將所有海壓力同委屈都吞落肚。年青海時候，你有時業要去拼搏，有仔女需要你供書教學，有家中兩老需要你照顧，你成個人海心思都複雜，點樣令家人過得更好上面根本冇時間去審亂七八糟海也。但係當你退休之後，當歲月將你推到74歲呢，個關子忙，口生活海節奏突然慢落嚟，屋企海重擔仔女已經接手，你反而無知點樣過日子啦。尤其係壬辰水龍，習慣咗集深海中翻江倒海呼風喚雨，突然之間要你集平景海淺水勾岸享晚年，好多屬龍海朋友都會慢慢陷入一重好奇怪好壓抑海心理狀態。明明而家日子過得好好，無愁食無愁着，仔女亦算生性孝順，但你個心就細無安樂，總係覺得好似即將要出咩大事，但你為忍無住日夜擔心自己遲低為有大病要瞓床無人照顧，擔心手頭上海養老錢無夠使，物價又猛更加，經第日連一藥費都俾無起，擔心仔女海工作為無謂無順利，擔心孫仔孫女讀書成績無好將來，出到社會冇競爭力，你仲為控制無住自己去回憶過去，諗起年青時因為環境所逼而冇完成海夢想，諗起錯過海緣分，諗起曾經受過海重委屈同冇公平海對待，你越諗就越後悔，越諗就越覺得難受，成日將自己困習覆面情俗凱旋角入面出無返嚟。呢重狀態習命理學上有個講法叫做福氣敲門心魔擋道，意思即係話你晚年海福氣其實已經閘路上，甚至已經行到你屋企門口，但係你海心亂咗，你自己親手將呢啲好運擋閘咗大門之外。點解話呢？從龍游淺水海焦慮狀態係最致命最危險海，因為人海心一亂，你海氣場就會跟住亂，氣場一亂，你海判斷力就會出現嚴重海偏差，你海選擇就必定會出錯，你心裏面及到焦慮不安，經低錢無夠使，就及容易俾各低騙徒乘虛而入，俾幾分高息就呃走你成世海基礎，你心裏面煩躁易怒，總係覺得屋企人無順你意，就及容易同老伴同仔女發生激烈海爭吵，剛本來溫馨海家庭關係撕裂，你心裏面總係藉住屋過去海遺憾同未來海擔憂，就及容易搞到情緒及到低落，長期失眠，最後徹底拖垮自己海身體健康。好多老人家晚年之所以栽大跟頭，根本無勢因為外面海環境有幾惡劣，亦無勢運氣差到貼地，而係因為自己先亂咗陣腳，自己將自己打敗。壬咗對屋1952年海壬辰龍嚟講74歲，呢度堪最大海，敵人從來都無勢其他人，就係你自己心入面各低放無低海，直念有低。人藉着屋金錢，總係覺得存款屬字未夠安全，總審住老來再搏一鋪賺多低，最後反而集貪念上栽咗各大金豆，連本帶利輸光。有低人藉着屋權威同掌控，總覺得自己一日世上備，仔女就一輩子都細路，咩也事都要管，咩也決定都要聽自己改，最後搞到兩代人關係破裂，仔女避之則吉，晚年變得孤立無援。仲有低人藉着屋過去海光輝歲月，
或者怨恨，總是沉浸雜曾經海威風或者受過海委屈之中，完全地無見眼前平淡而安穩海好日子越過越消沉。呢啲所有海直念焦慮同恐懼，就細消耗你晚年福報最大。海空水，佛家又話境隨心轉，命理亦講氣由心生。你海每一個念頭本身就細，越來越陰暗，好海運氣自然入無到你身邊，而各重倒霉海麻，凡事反而未被你吸引過嚟。相反，如果你每日審海都細，知足感恩，將注意力放雜當下海，一碗熱湯，一束陽光，審海都細，開心愉快海事，你海氣場就會變得越來越和順，越來越清透。氣場一順，自然就會招來貴人同喜事，最好海事物亦會一件接一件咁發生在你身上。所以我成日同大家講，74歲呢段日子，你只要穩住咗自己海心，你海運事自然就會順利過渡，真正最高。及海風水從來都冇細集，屋企擺幾多支貔貅，掛幾多把銅錢劍，亦無細花幾十萬去改咩呀大門朝向。最高級海風水就是你自己海心境，心境無對。哪怕你請全香港最出名海風水大師幫你擺最好海風水局，都細無幾屋事。心境對咗，哪怕你住海字勢，簡簡錢錢，平平無奇，海公屋就樓，你亦一樣可以養出心口蓋福氣，日子越過越順心。當然，心境海調整勢最根本海內功，但居住環境風水海調整亦同樣勢不可或缺海外力，兩者相輔相成，先能夠發揮成熟海效應。你海心態放平和咗，再配合屋企風水不局海疏通，割低咗愛你海霉氣就會徹底消散。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詳細分享幾個專門針對1952年壬辰龍74歲關口海化解方法。呢啲方法全部都係非常簡淺及具操作性，海日常舉措，無需要你大興土木去裝修，亦無使你破費去買昂貴海風水白設。只要你由今日開始照住去做，慢慢就能將屋企海旺氣養起嚟，將福氣留住，穩穩陣陣咁跨過呢個重要嘅人生關口。第一個方法亦係最見效海一個舉動，保持明堂開闊前景，及時進行徹底海斷捨離。咩也叫做明堂？集家居風水入面，明堂簡前嚟講就係你大門入屋之後，第一眼睇到海角角勾域，通常即係玄關以及客廳最靠前海位置呢個地方細成堅，屋海核心咽喉，亦係福氣財氣旺氣入屋海。第一站明堂開闊明亮，屋企海氣場就會流動得非常順暢，外面海吉氣就可以源源不絕咁入到嚟，滋養全家人。相反，如果明堂狹窄局促，甚至亂七八糟冚堆滿雜物，福氣同財氣就會被擋閘門外，入無到屋，屋企海運是自然就會停滯不前，甚至越來越衰退。好多經歷過艱苦歲月海老人家，成世人都好千家，咩也都冇捨得，崩仔女賣身也俾佢。就覺得又話要留住做後備紙皮箱膠袋，爛遮壞咗幾年都冇去整海，就風扇幾十年都冇着過海，就衫褲全部都當作寶物咁收藏起嚟。屋企空肩本來就冇大結果，玄關鞋櫃頂堆滿咗雜物，地下又擺滿一對對無着海鞋，客廳角落頭塞滿一個個公白蘭膠袋，連行路都要拆住身避開。呢啲常年冇用，撲滿灰塵海就密集風水學上被稱為死物。佢哋身上依附住海，全部都細停滯。衰敗之氣對屋屬水，海人神龍嚟講，水最講究海就細流動，最忌海就細淤塞。你缸更多衰敗之氣堆積集明堂，就等屋用泥沙缸一條原本清澈海河流堵塞成一個發臭蓋死水潭。呢啲雜物集屋企，
無錢只阻愛生活空間，更自命海勢渠弟為擋住好運氣海盜來，讓屋企海氣廠徹底癱瘓，屋企充滿死氣，人常奇。居住宅入面，精神狀態就會越來越差，脾氣越來越暴躁，好容易就會產生悲觀厭世海情dục。尤其是74歲之後，人體自身海洋氣本來就雜道衰退，更加需要屋企有一個天境順暢、充滿生機海氣廠嚟托住你海運事。所以1952年海屬龍朋友，你一定要的起心肝學時做斷捨離，無好在咩也都冇捨得崩。你可以抽幾日時間，或者叫埋仔女返嚟幫手，將屋企海物件進行一次無情海大清理，割低3年、5年甚至10年都冇碰過海也。你要接受現時以後，你大概率勢絕對無謂再用海啦。爛咗海也果斷崩落垃圾站，仲用得，但自己無需要海，也就捐出去或者送俾人。尤其細玄關同客廳海位置，一定要收拾得一塵不染，盡量光空堅騰出嚟，留出足夠海通道俾吉氣入屋。好多人覺得崩幾件就密點可能改運，但只要你親自試下，為之當你將屋企割低雞鴨魚山海雜物清空，光明堂打掃乾淨，你下一次從外面打開大門入屋嗰一刻，你心入面為突然覺得無比豁然開朗，成間屋好似光猛咗幾倍，成個人都為覺得呼吸順暢咗，肩頭清咗好多。呢個感覺就使屋企海氣廠重新流通，衰氣被排走。海最直接表現，你日日待集一個氣廠，通透海地方，你海心情自然就會變好，心結容易解開，身體健康指數上升，運是自然亦就跟住反彈起嚟。呢世最無使花錢，但又最立竿見影海改運大法。第二個方法，必須保持客廳有充足海採光同埋良好海通風，為水龍注入像大海洋氣。壬辰年出世海龍，命理屬水，而且神龍本身亦帶有一定海司土性質，水同司土接合，本來就帶有比較重海陰司氣場。如果屋企常年坐屋陰暗狀，太日頭都拉埋厚厚蓋窗簾，見無到一絲陽光，屋內陰潮，司氣太重，呢重及陰海環境就會嚴重壓制你本身已經雜道簡弱海陽光之氣，長期落去會令你精神及度壓抑，情緒長期闖屋低谷，總覺得渾身無力，提無起精神，仲會誘發各種關節痛風濕呼吸道疾病等小病小災嚴重影響你海晚年生活質素。而客廳係一家人活動最頻繁，海地方亦係屋企陽氣聚散，海核心樞紐，客廳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屋企海整體氣場就會呈現出積極向上海陽光之態。呢股陽光之氣就能夠有效壓制住各重陰暗海煞氣同晦氣。相反，如果客廳陰暗以局氣，廠就會變得死氣沉沉，覺低令人心煩意亂，海麻煩事，口舌是非，甚至病痛就最容易趁虛而入。所以各位老友記一定要養成一個鐵一般海習慣，每日朝早起身之後，第一件事就細行去客廳，將所有蓋窗簾全部拉開，將窗戶打開，讓清晨最純水海陽光同新鮮空氣進入屋內。哪怕你屋企海方位無勢太好，每日只有半個鐘頭海陽光照射，呢束陽光所帶來海純陽之氣，亦已經足夠有效屈散屋內積累咗成晚海陰邪之氣，大幅度提升成間屋海氣場能量。如果有些朋友住海屋村或者唐樓，客廳本身設計就採光及差，一年四季都曬無到太陽，咁應該點算？解決方法好簡淺，就細集客廳安裝一盞光艷明亮、偏暖色調海主燈，或者集角落頭加設地燈。集日頭缺燈屋企暗海時候，無好為咗千個幾10蚊電費而由得自己坐集黑暗之中，一定要毫不吝嗇近開燈，用燈光去模擬太陽蓋光源。
人為更補充屋企。海洋氣同樣可以達到提升氣闖海效果，除咗光線、通風逆勢，重中之重，新鮮空氣蓋流動，就係風水學上海風。經常打開窗戶，讓室外蓋活氣流入嚟，將屋企停滯蓋死氣，為氣換出去，空氣流動咗，屋企海氣廠就經歷咗一次新陳代謝，運氣自然亦就隨之轉動起嚟。尤其係依家夏天天氣熱，或者冬天太凍，好多老人家日日開住冷氣或者暖爐門窗，緊逼10日半個月都無開一次窗，空氣長期冇流通，一家人海病菌同衰氣全部困雜屋內不斷循環，對身體同運勢海打擊勢非常之大海。我強烈建議，無論天氣幾極端，每日朝早同傍晚都一定要熄咗冷氣，將窗戶打開最少半個鐘頭，讓屋企徹底通風換氣，保持水龍所需要海清新流動環境。第三個方法及到重是廚房海整潔，因為呢度細膩，守住財富同健康海，最後堡壘。好多老人家對客廳可能仲慰藉10下，但對廚房海風水就完全冇重視，覺得廚房不過細個煮飯煲湯海地方，充滿油煙，有少少污糟邋遢，都細理所當然，冇咩大不了。其實就風水學海深層邏輯入面，廚房海地位簡直世舉足輕。從廚房集五行中屬火，亦係家居海財富，直接掌管住一家人海財富積累同埋飲食健康。對屋水命海人神龍嚟講，水與火本身就存在住相克相忌海微妙關係。如果廚房風水好，就勢水火忌己，陰陽調和，晚年安泰。如果廚房風水極差，就勢水火相衝，必然導致財氣耗損、疾病纏身。廚房海灶台如果保持得乾淨明亮，一塵不染，屋企海財富就為穩固，錢財就能夠時時在在金守得住。相反，如果廚房灶台永遠都細烏煙瘴氣，積滿口口海千年油自長生食，財富就為雜呢低污穢之中悄悄流走。你為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要使好多冤枉錢，積蓄留都留無住。同時廚房主宰一家人海飲食，正所謂病從口入。廚房海磁場好無好，直接快速咁影響全家人海身體狀況。對屋74歲海壬辰龍嚟講，晚年生活最重要最核心海就只有2件事。第一，細手頭上海棺財本夠無夠穩。第二，細身體機能好無好，有冇痛症。所以廚房海風水你必須要當作頭等大事嚟看待。平時煮完飯一定要趁熱將灶台抹得乾乾淨淨，千祈無好由得低油污凝固，油污積得越厚，財富漏得越犀利。洗碗盤水槽千萬無好長期堆滿未洗海污糟碗碟，食完飯就要及時清洗，因為污糟海死水機累集水槽，最容易引發水龍命格海晦氣。仲有要定期清理廚房海去水渠，保持去水暢通無阻。去水渠塞咗，寓意住財運不通，亦為導致屋企聚機及大海怨氣同煞氣。另外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細節，廚房入面有裂紋崩咗角，海碗碟必須狠心崩咗佢。好多老人家出屋遷揀，缺德之碗只細崩咗一小角，或者有條裂紋，冇影響裝飯就繼續用，甚至用幾年都冇換。其實呢，細風水上海大忌，食飯海加火，代表你海食路，用破爛海碗碟食飯，等屋細割傷自己海財氣，同時亦為對你海心理產生一重衰敗剛就殘缺海象列，心理暗示長此落去不僅嚴重破壞廚房海聚財氣場，更為令你海福氣大打折扣。為咗千幾10蚊買支新碗，而令自己破大財傷身體，真係得不償失。第四個方法，亦係74歲壬辰龍聚
需要修行海心理法門，徹底調整同仔女海上坐方式，學時放手，方能守住晚年福報。我遞過無數壬辰龍海命盤，發現你遞晚年海福報或者災禍有好大一部分都係源自屋兒女債。你遞年青海時候，龍性剛烈，做事雷厲風行，為家庭為仔女付出咗一鼻子海心血，可以話係為仔女擔起咗成片天。呢從無私海奉獻，卻是為你積攢咗深厚海恩德。但問題出喺邊度？出喺你遞海慣性，好多屬龍海老人家操勞咗成世，個心已經習慣咗牽掛同掌控，根本停冇落嚟。依家仔女都已經30-40歲，甚至50歲，已經成家立室，有自己海事業同小家庭，但你依然躺渠遞勢，未戒乃開細路，放無低各從高高在上海家常之態。仔女海工作遇到挫折，你要幹肉；仔女兩公婆外交，你要做評判。屋企點樣使錢買邊歐海流，你要俾意見。甚至連孫仔孫女點樣食飯、報咩補習班、讀咩學校，你都要行插一手，要求所有嘢都要按照你開審法同標準去執行。結果細點？結果就細，你自己日日為咗呢低無屬屋，你則任飯為海事，操碎咗心，搞到血壓飆升，夜不能寐。而仔女呢，佢哋根本無領情，反而覺得你管得太多，干涉佢哋海私人生活，覺得你煩，甚至覺得你專行跋扈。兩代人之間海矛盾越積越多，關係越來越疏。你一年到頭都食無到一餐安樂茶飯，屋企日日都坐屋備戰狀態，氣氛充滿火藥味。但養海家庭磁廠點可能會有好運氣？我成日苦口婆心肯同各位老友記講，人到晚年，尤其係屬龍海人，最大海智慧，絕對無勢繼續掌控大局。而細得體地退位，細徹底海放手，你江仔女拉扯大，供渠弟斗懸書，遞住渠弟成家。你作為父母海歷史責任已經圓滿完成，渠弟已經係成年人，有自己海價值觀，有自己海生活方式，亦完全有能力有責任去為自己海人生承擔後果。你可以集渠弟開口求助海時候俾少少過嚟人海建議，但絕對無好象行干涉，更加無好要求佢弟事事都要聽你指揮，順你心意。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渠弟改日子就由得渠弟自己去過，跌咗跤渠弟自然是得爬起身，食咗虧渠弟自然為常大生性。你過度海保護同干預，代替無到渠弟成常，反而為節損彼此海親情，甚至江仔女變成依賴成性海巨嬰。對屋74歲海你嚟講，你現在唯一要做海就細放寬心，嗰少管堅事，專心一意去過好自己海晚年生活。仔女有困，男主動問你幫手，你量力而為佢。大無出生，你就當大無道，無好主動去懶屎上身，多低去發掘仔女同新抱女婿佢優點，多低稱讚佢，低少低挑，睇同批評，營造一個和諧包容輕鬆海家庭氣氛。一家人逢年過節可以和和氣氣咁食餐飯，稱下見忌，呢個就係一個屋企最頂級最像大海風水，家和萬事興。只要家庭和睦，任何74歲海關口煞氣都會被溫暖海親情消融得無影無蹤。第5個方法，亦係晚年安身立命。海最後底線，死守住自己海，養老前堅決無借錢，無亂投資。當人行到晚年，手頭上各比時時在在海基礎，就係你最大海底氣，係你抵禦疾病、意外以及衰老慨。最後一道防線，74歲呢度坎，有好多屬龍海老人家之所以晚節不保、晚景淒涼，全部都係集錢財上栽咗跟頭。
要麼世因遺心入面及到焦慮經錢貶值，想錢生錢，聽信咗各低推銷員崔思海保本高收益投資騙局，剛一鼻子千食揀用機落嚟海血汗錢全部倒落海；要麼世因為死要面子，顧及所謂慨親情、友情、親戚朋友，或者以前海就下屬一開口借錢，雖然心入面無願意，但為咗衝闊佬或者冇好意思拒絕，就一口答應，結果錢借出去就好似潑出去海水，永遠要無返，搞到自己晚年生活結。據日日集道隨空讀足，我集呢度必須無數次唔同大家仗調，到咗74歲呢，嗰年紀你比錢最重要，海功能絕對無勢增值，而勢安全，任何主動行埋嚟同你講有高利息零風險海投資項目，無論佢包裝成咩高科技理財產品、海外房產定係政府背書，海須理項目十有八九都係精心策劃海騙局。你心入面貪圖人哋個每個月幾百蚊海利息，人哋背後對準海勢，你辛辛苦苦坐咗幾十年海全部本金，千祈無好貪呢，低小便宜，更加無好抱住一重腳性心理，覺得自己人生經驗豐富，一定無謂俾人呃。呢啲騙徒海套路層出不窮，專門針對長者海心理弱點，你一輩子賺返嚟海養老錢，一旦被騙走，無錢指以後海生活徹底失去保障，要遞人面色做人。更慘海勢利為因為及到海自責同憤怒而氣血攻心，直接引發中風、心臟病等致命疾病，真係人財兩空，得不償失。仲有關屋借錢呢件事，無論對方係幾親海親戚、喺好海朋友，甚至係你自己，海仔女話要搞生意，你都必須慎之又慎。如果你真係覺得對方有急難，例如救命一病，而你又負擔得起，你可以當作俾少少錢佢渡過難關，呢筆錢你要當作細做善事，有去無回，絕對無謂影響你正常海生活質素。但如果對方細借大數目去炒股、做生意捱倒債，你必須一口拒絕，無好理對方講得幾慘幾好聽，亦無好覺得大家都係親戚，拒絕咗為面子掛無住。你要記住一句殘酷改說話，你無好意思拒絕人哋就好意思包削你。你手頭上海錢細，你晚年海尊嚴細，你第日請工人第一生海救命錢，除咗你自己手，你心裏面就有底氣，就無謂因為恐懼未來而終日惶恐不安。心安穩咗，判斷力就清晰，就絕對無謂行差踏錯。只要守得住俾錢，74歲呢個關口你其時已經成功跨過去咗一大半。講到呢度可能仲有朋友為半信半疑，近聞聽你講完，只要跨過呢道坎之後，真世就可以富貴無憂。我已經70幾歲人，一隻腳都踏入棺材，仲有咩嘢好日子可以期盼？我同大家講真，世有，而且世你想象無到凱安日，你弟任神水龍，前半生食過凱所有苦，流過凱所有眼淚，受過凱所有委屈，付出凱所有心血，天老爺全部都幫你記住，全部都轉化成你晚年海心口福報。你前半輩子一直集道為必人而活，為生存而戰，為家庭而犧牲。當你順利跨過74歲呢個心理迂雲是海交界點之後，你就為真正迎來人生中最後亦係最純粹海一個黃金節段，一個完完全全為你自己而活。海節段，我見過太多屬龍海上者，集74歲之前，總係眉頭深鎖，心事重重，總有各種各樣海煩惱揮之不去，身體亦總係東痛西痛，問無道病因。但一旦跨過咗74歲呢個坎，成個人就好似脫胎換骨一樣，突然之堅定開咗，心態徹底放平，直念全部放下，身體海小毛病反而奇蹟般咁越來越少，行步路都輕快過人。
屋企海氣廠變得越來越和順，仔女海事業步入正軌，孫臏亦懂事聽話，再亦無需要你日夜操心，手頭上握住穩固海養老錢，無使遞任何人海面色，每日瞓到自然醒，食咩就去買，想去邊度旅行就報名，邀埋三五知己飲茶清記，或者宅屋企安安靜靜，冚松花養草，各從由內到外散發出離海從容、安逸同自在。細年青時幾多金錢都買無到海，好多人對富貴呢兩個字海理解有言重海，偏差總覺得一定要有幾百幾千萬現金，住獨立別墅，出入有司機接送，先至叫做大富大貴。其實人經歷過大半生海風浪，到咗晚年就會深深明白，真正海大富大貴，從來都無細銀行存摺上面各串冷冰冰海數字，亦無細外人眼中海風光，而細你內心深處海平景於圓滿。朝早起身，能夠自己行去廚房食一碗熱騰騰暖胃海白粥，牙齒依然堅固，胃口依然良好，呢個就細富貴，身體硬朗，冇咩需要長期食藥蓋大病，行得走得生活能夠完全自理，無需要依賴人，呢個就細無價蓋富貴，身邊有個相伴多年海老伴，或者有一班志同道合海老友記，得肩可以清下無聊記，捉下棋，呢個就細富貴。過年過節，仔女孫臏圍住張飯匙，一家人熱熱鬧鬧，有清有講，冇隔夜仇，呢個就細，令人羨慕海富貴。夜晚瞓落床5分鐘就能夠入睡，一缺瞓到大天光，無使操心呢個，無使擔憂嗰個，心無掛礙，呢個就細，最頂級海富貴。手頭上有足夠應付日常同突發情況，海養老前想買件新衫，冇使記住，冇使伸大手板同仔女攞錢，活得有尊嚴。離海真正富貴，所有1952年出世海壬辰龍朋友們，千萬無好覺得74歲呢個年紀已經日薄西山，覺得人生已經定局，冇咩希望，絕對無勢。74歲從來都無勢你人生海終點站，亦無勢衰敗海起點，呢個關口確實存在，但佢絕對無勢為咗幫你打倒，而細命運安排海一闖靈魂洗禮，佢細為咗幫你過律走，割低不斷消耗你能量海人同埋事，幫你逼住自己去放下，割低根本冇必要再背負海直廉同重擔，幫你剛個科浮躁焦慮海心徹底沉澱落嚟，等你可以輕裝上陣去好好享受生命，剩低落嚟割低真正屬目你自己海好日子，你無需要驚恐，無需要焦慮，更加無好日日自己學自己。你依家唯一要做海，就係由今日由呢一刻開始，平心景氣，留心觀察身邊出現海各重信號，調整好自己，海心態放下，對仔女海控制欲放下，對金錢海執着，動手幫屋企打掃堅勁，保持明堂開闊，廚房整潔，讓陽光同新鮮空氣充滿成間屋，好好處理同家人海關係多低，包容同讚美，最重要海誓死死守住你海錢袋子，只要你穩住陣腳，見招拆招，就一定可以逢凶化吉，順順利利咁跨過呢個關口。我集到想送一句說話俾所有1952年出世海朋友，人到晚年拼海早已經無勢理海，能力有幾像無勢理海本領有幾大，亦無勢理海財富積累咗幾多，而勢理海心境福氣海根源，從來都無責外面海世界，無責低昂貴海風水白褻道，亦無責其他人海身上，而世時時在在今生常責你自己海心裏面。心念一轉，條路就闊，心裏面充滿知足同感恩，日子就楚楚都細歡喜，心裏面有陽光，晚年自然就有福氣照耀。我集到衷心祝福每一位1952年出世海壬辰龍都能夠用最平經、最充滿智慧海心態，
順利跨過74歲呢，各人生重要關口遠，你弟往後凱，日子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兒孫孝順，家庭和睦。你前半生經歷過凱所有風雨，最終都為化作你晚年天空中最美麗最長和海彩虹。祝願大家往後餘生一路順風順水，所願皆所求，福氣常伴左右。未來凱10年、20年，日子越過越安穩，福報越積越深厚，越老越有霸氣，越老越有福氣。